承接上世紀70年代中文聖經新譯會承傳西教士尼華譯經嘅使命，佢哋終於喺1992年出版咗聖經新譯本。感謝神，環球聖經公會繼續傳承譯經嘅使命，喺2023年又出版咗環球聖經譯本，藉此服侍21世紀嘅全球華人教會同信徒。環球聖經譯本推出之後，可以幫到世界各地嘅牧師完善講道嘅服侍，等信徒喺讀經同靈修嗰陣有全新嘅領受。環球聖經譯本喺翻譯嘅過程入面，由一班資深譯經學者帶住來自全世界新一代嘅華人聖經學者一齊參與，共同作出貢獻。另外，仲開咗首屆聖經中文翻譯大會，加強培訓譯經人才嘅後續推進。感謝神嘅帶領，令到環球聖經公會可以一齊參與多個國際宣教機構推動嘅少數民族譯經同出版工作，等我哋可以實行以普世國度嘅視野，將神嘅話語帶到世界每一角落同族群。感謝神，環球聖經公會咁多年以嚟，出咗各式各樣嘅聖經、靈修同埋研經材料，滿足咗教會同信徒唔同嘅需要。聖經方面呢，就有好多種唔同語言文字、唔同主題、唔同大細、唔同款式嘅聖經。另外，我哋仲出咗好多唔同嘅材料，係為咗幫到信徒各方面嘅需要，等弟兄姊妹嘅靈命可以全面咁成長。感謝神帶領環球聖經公會，過去咁多年一直邀請世界各地嘅聖經學者，定期主持聖經專題講座同查經班，栽培信徒。另外，教會又邀約主講崇拜信息，帶讀經營會，幫信徒認識同實行真理。感謝神，環球聖經公會自從2000年分別喺香港同美國註冊成立之後，到而家我哋已經喺全球有7個地區嘅辦事處，將神嘅話語嘅服侍推廣到全世界各地嘅華人教會同信徒，幫信徒明白神嘅說話，將神嘅道發揚光大，等信徒嘅信仰同生命都扎根喺神嘅聖言度。未來環球聖經公會會靠住主嘅恩典，繼續擴闊同埋深化譯經同弘道嘅事工，包括將我哋嘅服務擴展到全球更多國家同地區，等各地嘅華人教會同信徒可以更加直接咁得到我哋嘅出版物同埋聖經教導方面嘅服務。另外，我哋仲計劃開展多啲弘道配套服務，例如用環譯本出多啲配套材料，寫翻本環譯本譯經手冊，幫少數民族翻譯聖經，為宣教事工出一分力。同一時間，佢哋仲會透過世界各地嘅分會，一齊合力推動派聖經嘅事工，將福音傳開，帶人信主。最後，由2024年開始推行嘅環球讀經研經行動，下年就會進入一個新嘅2年讀經計劃，內容包括速讀2年讀晒成本聖經一次，參加者每日會收到經文嘅超連結，可以睇住 YouTube 片一齊讀，直環譯本領受神嘅說話。卷讀呢，就係跟住個速讀進度，大概睇下同聽下每卷書嘅結構同大綱。靈讀呢，就係配合翻速讀進度，參加者每日都會收到啲由經文樂孕育出嚟嘅靈修信息，有筆記可以下載。唯讀就係一班人喺個行動群組入面開小組，全方位咁讀經，每日一齊讀，一齊分享，一齊行主嘅道。誠意邀請各位弟兄姊妹用祈禱同奉獻嚟紀念我哋嘅事工，等我哋可以努力完成主交託嘅使命，榮神益人。